恭迎倒转来。当然，你敢有感觉一礼拜你也病哦，规气氛都无共款，你的意思是讲，大家看起来是更较紧张，还是更较嗨？是更较有气势啦。哦我拄则看每一个家庭的眼神哦，袂输拢有写讲我要过关。哦，无唔对，这就是公营倒转来 Plus 的魔力，规家伙啊斗阵拼输赢。咱这个节目唔那是一场比赛，阁是一场家庭的合作挑战。无唔对，所以每一个家庭拢爱互相配合，啊，阁有智慧，阁有体力，嘛是最重要的。安尼才会当伫咱的节目过关。只要过关呢，就会当甲奖品炸转去厝的。希望大家拢会当恭迎倒转来。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，恁嘛有机会就带来挑战，啊，挑战过关就有红包会当摕哦，大家做伙加油好吗？马上来欢迎今日四组家庭出场，头一组是兰姐你的心，欢迎。嘿，阮就是兰姐你的心。第二组是爱甲梁 TT。第三组欢迎高水耶。最后一组是吴国秀。四组家庭今仔日总动员，欢欢喜喜来挑战，拢是为着要赢着咱的幸福大礼。上骹手上美，上会笑甲上尾啊咧，咱目睭紧紧甲看，看上今仔日公营倒转去。欢迎高水耶。耶！你好，我叫 Goy。各位，嘿，弟弟弟弟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叫俊介，训介，啊，还有姐姐，我叫璇璇。璇璇。大家好，我叫夏夏。夏夏。哦哦，因规家伙啊自我介绍结束了后，我是看袂出来，因是一个真冲动的家庭呢。先做用这个形容，因为阮发现有这个宝贝查某囝，阮就决定结婚，拢无任何忧毒啊。哦，就叫做新旧车后补票。嘿，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呐，啊，还有其他的原因对吧？阮为着想要开家己的目镜公司啊，我就辞职做21年的目镜行。哦，嘿，啊，阮某伊伫幼稚园做17年，伊嘛是一只师弟。这应该无算是冲动啦，应该是从拄啊好有一个时机。嗯啊，恁开店的过程应该真辛苦对吧？阮一开始就是因为要省一寡装潢的费用啊，所以阮就拢家己油漆。阮迄当阵手拢破皮，哦，嘿，啊一工拢用差不多10几点钟才用会了。哦哇行到你家己装潢嘿，行到头用到后边拢剩袂得啊。啊，不过即马哦，想想的这一切过去的这段时间嘛，是恁上好的一段记忆，对无？对对对。嗯，其实阮开到即马半年拢毋捌休困过，是为着节目，阮今仔较白休困。对对对对。所以你要互你的店休困，嘛算是一种冲动的代志哦。对对对对对是对。啦，为着要来节目来休困，那会当讲是冲动，是足有心的，感多谢谢多谢你。多谢。恁咧决定这幸福礼要是啥的时阵，应该无冲动啊哦。我有真足想过。哦，是妈妈决定的。嘿，我想足详细才啊，决定。是啥物物件？我就想讲，因为阮囝是慢飞天上，哦伊的速度较慢，所以伊细汉的时阵，啊，拢是爸爸，伊拢逐工拢甲载去上课，上一寡迄学讲话啊，学叮当的啊，足辛苦的。啊，牺牲伊家己的兴趣啊，伊足爱拍篮球的。啊，迄3年外就是拢无啥物拍球，嘿，为着囡仔，嘿，所以才想讲要送伊球鞋安尼。哇，妈妈就用心嘿的。哦，爸爸听了敢有足感动的。足感动的，系啊。无咱做伙来看卖一下，妈妈要送互爸爸的幸福礼。虽然讲你予的愿望是一双球鞋，也毋过制作单位准备每一人拢有一双新鞋，啊，还有几束的运动衫，要送互爸爸的。哦。只要你若是挑战成功，全部你拢会当砸转去，嘿安尼有欢喜吧？哇！所以来就来进行
真正有够宝。宝头上尊黄心，牵好着3个人拢总有15支宝头，只要有3支宝头就黄心，就算过关啊！这真正有够宝的牙齿啊游戏哦，挑战只爱3个人，啊，恁是倒3个人出马？爸爸，哦，踮咧厝的拢有常常咧练习吗？有啦，嘛小可练一下啦。嘿啊敢有用啥物特别的办法？阮是练迄飞镖。哦，那呢，咱做伙来看 VC 啊！今仔要下课转来，等下要甲因讲任务啦。伊一定足欢喜的。来，我甲你讲，咱的任务已经来啊！我目镜你较看有。你有看到无？有啦，你有看到无？无，你看无我紧，观众朋友看到啦。咱的任务卡伫遮啦，真正有够宝。你会晓无？好简单呢。啊，你咱来练习好无？阿伟，趁今仔浪长，咱来练一下。来，见。进来，我煮中好饱啊！下卡，面顶，这边，下边，顶过来，过来。好啦，我家己瞄就好啦，我家己瞄较准啦我。是伫家己斗相共的。好啦，我家己来啦。什么老板？我想到一个增加训练的方法啦，什么好办法？咱会当离家规。你有够巧的呢！安尼因两个就会足认真的啊。对。为着我下啊，我列3项的家规哦。家规。第1项写着才会当入家门。爸爸，我回来啊！嘿，你爱写着才会当行入来。第2项写着才会当食暗顿。我就好诶！你可加油诶！加油，弟弟加油！第3项写着才会当就便所。你想要放屎呢？安尼就爱点诶！安尼是有严格吧？啊，无改一好啊安。尼咱解释，若是无写着，就袂使看电视。为着我下啊，咱即摆就开始练习。来练，练。来练。有无爱球嘞？我会加油。为着我球的哈，较拍拼的哈。明仔就要比赛啊！高水的有信心摕到球的无？球的是咱真正是特别为着这个游戏，搁去定一个新的规矩哦。系啊，啊，不过我感觉这个规矩有淡薄仔残忍的。卡叔讲无写着红心，袂当食饭，袂当看电视，啊，原本讲袂当去便所，这敢袂受限嘛？趣味，要开始进行是不是？规家伙啊，做伙来加油一下，来。高水，加油！耶！真正有够宝！加油！妈妈加油！ Go！ 哎，我紧，较悬的。哎，伤悬啊！加油！过来！加油！哎呦，差一点嘛！哎，你咁准啊！较低！哇！我这只啊，豆豆来，无紧，豆豆来哦！姐姐加油！啊！较准的！啊！过来，豆豆来！黄心！哇！今嘛所有的压力拢伫咧爸爸的身上啊！你是一家之主，哎，打起来！加油！打起来！啊！哇，干嘛？
真可笑呢。真正真可笑。啊，不过会当遐尼无准嘛是真厉害。等下观众朋友若家己来挑战就知影。啊，不过真可笑吼，恁今日袂当甲这幸福礼砸转去。我看弟弟敢若足失望的吼。袂啦，其实大家有做伙，其实安尼有足欢喜的啊。而且透过即届就节目，啊，爸爸嘛听到妈妈心内的声音啊，就是讲，伊知影爸爸为着这个家庭付出偌多。对你的感谢，啊，希望恁未来会当愈来愈幸福。谢谢。谢谢。啊，咱做伙来看观众朋友来挑战，好不好？好好来，观众朋友，只要5个宝头对一个，就会当过关，摕红包啊！敢有人要挑战？1、2、3，哎，哦，因为姐姐来欢迎你来到这。哦，辣妹呢？来，安怎称呼？我叫做爱乐薰，爱乐薰哦。爱乐薰，因为台语爱讲爱乐薰爱乐薰，哦 ，elephant 吗？ ，elephant，哦，elephant，哦，安尼敢有信心？无，要紧来试看卖嘛，无的确就对啊。来，请一位真正有够宝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 Elephant 加油 ！Elephant 加油！哎呦，爱看好准哦，嘿，小可调整者，调整，哎，哎呦，哎，哦，有进步，有进步啊！哎，过来过来，较正平，较正平，哎，差点啊，最后一个机会，啊，真可惜真哦，无简单啦，谢谢，多谢多谢，敢够有人想要挑战的？哦，弟弟，哎弟弟上紧，看起来就有自信的，来，你来，来来，欢迎欢迎，来弟弟，来，啊，你看起来这个游戏是简单还是困难？困难哦，啊，你敢有信心？没有。无，替你加油一下好不好？加油加油加油好！哎呦，真正有够宝，请开始，加油！加油！哦哦，就来呢！后边人谁哦，个比啊？你会当收看卖，豆豆来，你会当收看卖，安怎出力，莫伤大力，吼。哎，哦，较悬的，较哦，悬的。哇，最後一支，最後一支，加油！啊，真可惜，無要緊，無要緊，無要緊，多謝弟弟，多謝。欢迎愛爱家家梁天梁天天。天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新。大新嘛。哎呦哦，大聽這個名就是足達心的哦。哦，啊，媽媽咧，我叫阿寶，阿寶寶，啊，年年，年年，大家好，我跟年年。好哎呦，可愛足呀，夠水年耶！年。我必須愛講哦，嘿迄媽媽的身材是真正足好的，哇，徛伫你的邊啊，完全無輸你呢。阮翁頭一屆伫我的面頭前，學了白查某囡仔。而且哦，媽媽佫是網紅呢。哎呦，嗯所以你唔那是年年的 fans，佫是媽媽的 fans 哦。誒你來好好講好清楚。無啦，我有追蹤迄媽媽是因為我要看迄爸爸的車衣啊，因為爸爸是一個足厲害的車衣師傅哦嘛，安尼對哦不？嘿，敢是真的？是，嘿是，因两人比你较惊。哎，是。哦，无怪两个人身躯顶拢真侪车字，啊，妈妈身躯顶的敢拢是爸爸车的。嘿，拢是爸爸车的。哦，足厉害呢！敢有啥物较特别的？嘿，这个啊，足3古分锥的。钟就车了啊。 3分鐘，嘿3分鐘哦啊，当初是要嫁互爸爸的时阵，厝的人敢有啥物意見？是反对的，是反对的哦。因为较传统的家庭，所以看到咱车家呢反对的烦恼嘛。哦。啊，到尾啊相处了，就感觉讲，袂歹，伊足善良的，啊，佮足有礼貌的，到了豆豆啊会当接受啊，嘿。哎，就好。聽講迄今仔日的幸福禮是爸爸專工要替媽媽準備的一個 surprise 哦，哦。所以咱即馬先莫講，先莫講。哦，安尼今日的挑戰是啥？嘿，馬上來進行
扫地1粒1，甲乒乓投入去扫地机器人顶面的杯仔内面，有30秒的时间，有30粒球，有1粒对啊，就算过关啊哦。爸爸接到这个任务的时阵，敢有信心？一开始想讲应该是足简单的，但是尾啊伊有机器人伫面顶，其实无咱想的遮尔简单，所以我嘛是爱拍拼者。爱拍拼听讲你行到对，练到对，对有淡薄仔走会入无啊？对，嗯，咱做伙来看卖一下练习的 VCR。阮今日收到节目组予我的任务卡，咱来看卖啊，爸爸的反应是啥物？啥物件？你的任务来啊！扫地1粒1，你敢有信心？我有信心。哈！第一摆练习，还袂投完，就已经先安尼啊，稳赢。这个人自从收到节目组的任务了，就开始怪怪，摕到球就开始弹。有面手嘛是爱练习啊。你往后走！哎呦，你那个去往后来啦！哎。你两个到底是咧创啊？同我的囝老客同哪做报？我找到一个会使陪囡仔耍，搁会使练习的方法。年年，你准备好啊吗？好啊，我来啊。哎，好啦，爸爸敢有厉害？厉害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啊，你会使甲我加油一下无？加油！搞夜市啊，搁共款咧当乒乓球，真正是规工的咧。啊，你爱继续加油，逐工来耍哦。这无足简单。我毋知影我逐工囡仔困去了，我爱听偌久，规工伫遐乒乒乓乓的声。你先听我讲，来，你目睭开开，倒诶，困较实在。哇，真正是行到对，练到对呢，对啊，真认真哦，搁去夜市啊呢，系啊，开钱练习。我哋爸爸敢有信心？有信心。哇，因为今日的这个礼物幸福礼，嗯，是你就想要给妈妈的对不？是，所以你一定要成功。一定要成功。妈妈到即马搁毋知影是啥对无？系啊，我唔知呢，是毋是足期待的？我足紧张的。你看伊练到有偌认真，就知影伊有偌爱你。加在伊有接这个任务啦，因为阮兜的涂骹变做清气的。大家拢扫地机器人厉害。 24点钟，安尼。那呢，随便来比赛啊！好，年年要甲爸爸加油一下无？爸爸加油！哎，好，来哦，爱甲连 TT 请就位，扫地1粒1，请开始。爸爸加油！爸爸加油！哎，哇哇，加油！准呢，有准呢，其实有准度哎哦。较紧的，你会当用豆的嘛，会当用大的。爸爸加油！啊！加油加油！3、2、1，上去了！最后几秒钟呢哦！ ！Oh my god！哦，我袂喘气啊！我袂喘气啊！我规人去加舞会。爸爸，来，我先问你，你拄则伫咧最后一粒、最后1秒钟的时阵倒入去，你的心内是安怎想的？爸爸，袂使老气。袂使闹对开。啊，算落来，我就甲时间交互你。我知影你有真侪话要对妈妈讲。这个礼物啊，是我一直想要算一个查甫人欠一个太太上主要的一个礼物。你无任何的要求，就嫁予我，然后佮帮我生2个高水的囡仔，然后无日无暝顾囡仔，佮爱拼事业，
所以今日我想要亲手帮你滴一个头纱。因为当初是其实爸爸妈妈结婚的时阵无办婚礼，对。嘛无翕新娘相，所以爸爸心内一直有一个遗憾。安尼年年你甲爸爸是陪妈妈去换新娘衫，啊，等下咱再来看水水的相片，好不好？好，花下哥来一个。好，刷落来，换咱现场的观众朋友来挑战，只要10粒，就1粒，无限时间，就会当摕红包。有人想要试看卖？哦，这位阿姊，你上紧，来，你好，你好，安怎称呼？我叫阿峰。啊，你拄则敢有看到？有啊，我感觉伊足厉害的。系啊，啊，不过我嘛想要试看卖。你敢有信心？我其实无啥信心，啊，是要紧试看卖嘛。 10粒，对。啊，无时间的限制。哦，加油！扫地1粒1，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豆豆来，无限时间。嘿，哎呦！差一点嘛！豆豆来，无要紧。加油10粒的机会哦。哎呀！哎，剩3粒，够机会，准备好啊！啊，来啊！好，准备好。最后一个机会。最后1粒。啊，真可惜。啊，不过还是感谢你。多谢你。敢有人想要来挑战的？1、2、3。哎，这位爸爸。对。这位爸爸。来，拿小衫的爸爸来，请来这。你好。今日是规家伙做伙来吗？ 2个我囡仔，啊1场的囡仔。哦，我想讲，哇，你嘛生晒，就厉害。我奶爸。奶爸，敢有信心？唔捌试过。唔捌试过，嘛是头一届。冇要紧，咱来试看卖嘛。好，准备好啊未？准备好啊。好，加油哦！好，来，扫地1粒2，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，来加油哦！啊，太大啦！啊！ 你嘛会当用盘的哦。OK， 爸爸加油啊！我大声！加油啊！我大声！哦！恭喜哦！恭喜！哇，这5粒！哦！恭喜！来，恭喜你得到1000块的红包。谢谢，多谢。爱甲连 TT 已经翕好新娘相啊，咱搁一届欢迎伊收台。哎，爱甲连 TT。即马这个音乐放落去，有是不是够想要流目屎的感觉？真有影！哎，哦，这是一个查甫人亏欠伊的，一直藏伫心内对，这是亏欠伊的，所以若无翕的话，其实是算一世人的遗憾。啊，拄则翕相的过程，敢有拄到啥物趣味的代志？可能是因为结婚伤久啦，所以看到伊的面，你会感觉最想要笑的。好，无咱即马来做伙看因翕相的成果，好不好？好。哇！就水的呢！哇！这敢是伫外口，就厉害的！哇，这敢若是出国专门去翕这个相的。哇，规家伙啊！哇！我下过来一个。那你妈妈，这遐尼大心的爸爸，今日准备这个 surprise， 啊你即马有啥物心情？拄则是爸爸甲你讲嘛，啊即马我你甲伊讲啊。应该是有较早我可能较爱耍的时阵到安尼一路行到即马，就是伊有法度接受我的脾气，因为伊原本脾气就足歹的。我若是工课拄到啥物代志困难，伊就是会甲我鼓励，讲我足厉害的，我会当，啥物的，就是会互我足侪勇气，互我会当继续坚持落，对。所以若是无伊的话，可能我就无法度行到即马，嘿。希望经过今日的这个过程，会当互恁未来路愈行愈顺，啊，愈来愈幸福。搁
搁一届互因掌声，恭喜你今日！哇！恭喜恭喜！啊，蓝杰烈心，大家好，我是兰坡老师，波波嘿，波波，大家好，我是姐姐，姐姐啦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妹。大家好，我是丸子妈妈。真罕咧看恁四个人做伙来做节目吼，时间真歹巧对无？哦，哦，足歹巧的，我刚若要甲因三个夹做伙啊，哦，真正足难。我感觉你的台语上好呢，赞，辛苦你啊！像姐姐啊，姐姐拢要去就球团嘛，啊，妹妹含姐姐拢带好好，啊，爸爸拢会上通告。无啦，无歹势啦，因为上映，好难，真正诶。辛苦啊，辛苦啊！我有听讲哦，因要来就这个节目的时阵，一开始是足紧张的，足惊吓的哦。我的台语足无认真的，嘿，哦，好听的。好啦，无咱即马现场来考试一下，好不好？考试拜。蚂蚁的台语安怎讲？蚂蚁足难的呢。你莫想讲你讲台语的腔讲就一个蚂蚁，啊，你敢对？我知影细只的，什么细只的加抓心？细只的蚂蚁是高霞，企鹅呢？苹果是英文啦。来问现场的观众，想知影企鹅台语安怎讲？哎，来，这个阿姨。企鹅的台语讲叫做徛鹅。哦，原来是徛起来，鹅。哦，无要紧，学到哦，你的台语真正无啥练长，也毋过查某囝心意算是满的。因为这届幸福礼是两个查某囝要送互兰波老师的，对吧？哦，对，我们准备一个礼物给伊。啊是啥物？是冲浪板。哦，冲浪板因为老师逐工冲浪，冲到板子都断去啊。老师啊，迄冲印啊，个冲印帮啊，冲啊歹去，迄嘛无算是简单的代志。无简单。逐工去，帮啊歹去是正常的，头壳歹去是无正常。啊，你是两个拢歹去啊？歹去是较好的，头壳若是歹去哦，啊，艰苦啊，我来讲啊。哦，那咱做伙来看卖一下，两个查某囝要送互爸爸的这幸福礼冲印帮啊！哇，真水呢！这个形状哦，看起来，敢若最近就流行的一条歌 ，Chicken Banana 啊 ，Chicken Banana 啊 ，Chicken Banana， 哎呦，这袂歹呢，这敢若 banana 的感觉，上赞的。对，啊，因要挑战的任务到底是啥？拦截你的心，今日要挑战的任务是功夫大团，甲3个人手头的塑胶刀啊相团，15秒袂当落涂骹，有3届机会哦。 3个人是搁较困难的哦，因为你爱摕到别人手头的，搁爱摕你家己的，爱互相配合。嘿，我相信你应该开真侪时间来练习，对吧？因两个哦，现在会甲我带赛，带赛。哎呦，那安尼，那你到底两个哦是像带赛，我唔知哦。莫甲我拖累啊！我跟你讲，伊练甲就生气。哦，你莫安尼过来过去，咱来看练习 VCR。嘿，老师，这是你这届的任务。公民斗阵来。哦，这厉害呢！来看一下练模啥，哪要做？这一个人就难啊。啊，试看卖。哇，来，叮叮。哦，较正经诶。第一有无？爱有天赋。我是别人的，我是别人的。我有那一点仔时间，我感觉你会使。我
我一定会赢。婆婆，我会别人会，我会别人会，你是我的，我会别人会，我会别人会。我感觉吼，这个是咧伤难嘛，到底是我的还是别人的？我的还是别人的啦？我实在是太难了啦！上重要的是，爸爸一直来，一直来，伊甲阮带赛。今仔来海边重影，捡了几个垃圾袋，还是要练习一下。海边啊，就歹练的啦。顺风，失败。安怎？你感觉我袂成功吗？你两个查某囝吼，莫甲我拖累，这个奖品我要摕啦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的别人的，我的别人的，我的别人的。哎，老师，真古锥。哎，恁听足巧的呢，搁想到这部。有发明的，有发明的，有发明的。我的别人的，我的别人的，我的别人的，哦，就顺足巧的，对啊，啊不。过我看得出来哦，老师是足想要得到这个幸福奖，对不？对我来讲吼，这是一个足好的礼物，嘛是礼物。我感觉是因两个查某囝的心啦，我感觉有接起来。对对对，所以拄则伫咧 VCR 内面，我看你伫咧去海边啊冲影的时阵，我想要练习，你是要安怎练啊？行到倒位拢爱练啊！然后我跳落去就这个海边啊要牵起来的时候，我飞个到死，还好看你头，随飞走啦，飞走人都想讲，无人都想讲我凊彩捡物件。我讲起来捡转来，啊海边啊迄粪扫捡，我有摕啊，我有摕啊，顺手健康，惊互人误会啦。那恁到底敢有信心吗？有，阮有信心无？你讲问一解。恁到底敢有信心？我无。那你是要安怎开始？我来讲，稍有信心就无退路啊。阮这无信心，搁做较好就是赞。好。头已经洗落啊。拄有讲过嘛，先退2步。我头前2步恰恰，看起来今嘛应该是准备好啊吼。好啊。功夫大团。准备5、6、7、8，我的别人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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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停！哎，听哦，来，检讨姐，拄则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无要紧，有3届机会嘛。第2届机会。功夫大团第2届挑战，请开始。5、6、7、8，我的别人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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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别
老师啊，我真正有看到，是你把你的查某囝拖累的呢。啊，不过爸爸确实是足拍拼的啦，系啊，伊刚刚咧拍野球的款哦，扑街啊，要不过好消息是，第二届已经有进步啊，第二届是12秒，哦，差3秒。加油加油加油！一斤两三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功夫大大团第3届挑战，请开始。准备5、6、7、8。哎，我会念嘛？我会，哎，较慢咧。我会放人，较慢咧。我会放人。完成啊！过关啊！老师啊，哎，老师啊！你要炸人来啊？你准备要打包啊？歹势哦，底啊伤济啊，底袂落咧，歹势哦。真无简单呢，挑战成功。有戏哦！啊，经过遐尼长时间的练习，你即马敢有啥物感动的话，想要对查某囝讲？我讲实在，我足侪感动的话，但是我台语较袂练转，满满的感谢啦。我讲实在啊，囡仔咯甲大吼，就是来感觉一个孝心，然后做伙一起完成一个工作，一个任务。上重要是阮全家的人做伙。其实这个游戏哦，有2种算法，一种是一个人的挑战，是较简单的。咱请兰波老师来
示范一下，好不好？等下咱观众朋友要来挑战的是这种的。哦，加油！老师来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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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加码，光抹出来，好啊，会使啊，好，请开始。 tempo。 哦，加厉害嘞！哇，下够嘞！敢有人想要来挑战的？参像拄只兰坡老师示范的安尼，哎呦，十秒钟无咱有去挑战看卖，没毛病。讲会当得到1000块的奖金。哦，敢有人想要挑战？哎，哥哥来，这位哥哥来，来，欢迎。我会别人的，来。安怎称呼？松哥。 哈，松哥，松哥哦，对，我甲你讲，我对你最好的，我摕新的袋仔互你，迄样互因大家乱七八糟。你10秒钟无落伫咧头壳，就算过关啊！哦。哎，我会别人的，我会别人的，我会别人的，感觉嘿，实在摕两个捡起来，摕两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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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又干嘛？ 我会家己的，因为手过紧，我手害，会甲你害着。好，你还试哥哥，讲实在的，你嘛改3班的，会较加较紧的咧，今仔改暗慢的，差不多会使啊，会使啊，会使啊吗？可以。 10秒钟要开始哦，确定哦，来准备。会使哦，应该可以。功夫大团，观众朋友的挑战，请开始。我。 专心！我哎呦，真可差1秒，真可差1秒。你拄啊介厉害咧，但是你 ending pose 介妖娇。这我定看兰普老师这个，兰普老师哎。啊，会当甲伊做伙安尼算已经真欢喜啊！就厉害。后盖再过来。你无练过，第一届就比我们较好呢。谢谢。再来欢迎后一组就台高秀。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后生黄红牛。红牛。我是美秀啊。我是大姐，加油，嘛叫加油，加油，加油来替恁加油。哎对。我是二姐，我叫黄丽玲，就是迄个阿丽有无？歌姬阿丽，我嘛是阿丽。哦，看恁大家安尼感情足好诶，是安怎会号这个名叫黄高尚？因为看起来较高尚啊。看起来是听起来吧？听起来嘛高尚，听起来嘛高尚。啊，毋过莫看因即马是一家好路安尼啦。其实哦，恁有一段故事对无？较无遐有话讲。 就定定会冤家啊！对啊，一个较大声，一个唔惊咧，就去打来啦。所以伊就无爱倒来厝诶。对啊。啊，拢偌久才倒来一遍？过年才会倒啊，有时啊要3档，唔得3档啊5档，算啊大袂记哩呢。咁真是哦，安尼咧，久诶呢，是真诶。啊，是有遮久妈妈是会记。你这不好做，那你久你敢袂记哩？哎，妈妈，安尼迄当阵你的心情是安怎想的哈？听姐姐讲伊的消息，安尼就平安就好，安尼。啊，心内还是真为伊感觉骄傲。对，点点啊关心就好。哎，点。系啊。你看你啦。妈妈袂使想无啦，啥物拢爱学嘛，我嘛爱学啊，妈妈咪。啊，后来是发生啥物代志，当互恁即马呢感情遐尼好？感情遮好嘛是姐姐啦，姐就爱看。摇头。啊，你是安怎雄雄的想要甲伊叫转来？就为着妈妈。哦。对。姐姐的好心啦。其实伊心内一定是足想即个后生的，只是讲哦啊，个性就是共款，所以向拢无愿意向行弹头。对啊。其实我定看妈妈看她弟弟的录影，那个录影录下来，录落来哦，差不多1分钟。你看妈妈底下重播 repeat 30届、50届，你看你会感觉啊，较会这样唔甘嘛？你看妈妈偌受你。哎呀，妈妈目眶红啊，甲妈妈抱一下啦。你袂使哭呢，人伪装会下班啊，你莫哭呢。下班啊。看恁即马。
欢喜的目屎啊，因为即摆拢足好诶。啊，听讲今日的幸福咧，嘛是规家伙啊，要互妈妈一个好心，对无？因为妈妈去年去做迄个膝盖人工关节，哦对，然后因为食消炎药啊，拢会过敏，所有的消炎药啊、止痛药啊拢袂使食，改用那个物理治疗。足高级。对，伊是讲若发红就是冰敷，啊若伤硬就爱热敷，啊所以个逐工拢咧送温暖。对，啊，伊个做工就辛苦对，所以我们就想讲买一个按摩机，会使按摩伊的脚。哦，所以今日的幸福咧，美腿按摩机，哇！足想要体验呢。今日黄高雄要挑战的任务是雄一个 Q， 把倒金 Q 起来，手背原在有3届机会。这真需要速度甲稳定度，还是上要来挑战？大家就有默契的呢。对安尼我知影选择是你，因为你的职业甲速度甲稳定度有真大的关系。哦，来甲大家讲，你的职业是啥？我是一个国标老师。国标老师啊！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。无，即马就跳一段，互现场的观众朋友看卖，好不好？大家拍拍我一个。妈妈的眼神，哦，全部拢是骄傲。对啊，真正就赞嘞。哦，啊，国标老师平常时拢足无用的，你是安怎练习？看到啥物拢抽啊！看到啥物拢抽？即摆拢爱抽者安尼。所以你就安尼，抽者。啊，甲你做伙跳舞的老师，有拢互你抽去啊？讲你是忍耐者，我抽啥物你是甲我动者。无啦，讲耍笑的啦，咱做伙来看 VC 啊。老师，哎，安怎？你的任务卡来啊？啊，你啥物啊？无可能吧？这毋是要啉酒吼？我跟你讲，这叫流利啊呢，速度足紧的，拜托。demo 老师加油哦！拜拜，拜拜。不行呢，他不够快。I know， 我看懂了。来，2排。这真正就轻的。轻啊，你轻！你好，来哦，仪式感就对了。先至我遮难的，咱2万块要送我哦。在听我。你要为2站先开始吗？你有信心吗？气泡来。好，请安尼。来哦。1、2、3。1、2、3。哇！你就认真呢。安怎？你今嘛是咧紧张啊？紧张啊！是因为拄则跳舞你讲会喘。还有个，咱先讲好啦。假使讲你成功啊，你把这个倒金 Q 出来了后，直接跳趴手。成功搁要跳哦！成功不是摕物件就会使行，成功搁要跳一个。我现在要请你来，对吧？对啊，无啊，你就想啊，你成功啊，你就欢喜啊，你就跳一个趴手，互现场的观众朋友搁看卖嘛，好不好？欢声吹嘞！比赛进前，规家伙啊，台顶台卡做伙来帮你加油一下，好不好？阿姑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来哦，黄高雄，雄一个 Q， 请开始。无唔对，这个挑战的任务哦，就需要参赛者家己把这个杯啊贴起来。哦。我感觉上困难，唔是抽，是贴，该贴起来。哦。
认真的哦。会使，这就讲会使啊，哎。规个伙仔真正足团结的，我后壁个加油团足有意见的。哎呦，哦，有机会，哦，是不是爱较哇？哎，哦，成功啊，更有稳。总算是成功啊！高尚的雄一个 Q， 即马才是正式开始啊！恭喜吴高尚！妈妈今晚什么心情？我替结规气，规无，我看这杯咁要练落，就惊到要害。我当一届就好落来，我不简单，真正足厉害。坚持啊，迄经过偌侪届的练习，迄大家拢无看到。知影这就是有认真、有用心要做一项工课。讲有啥物话想要对妈妈讲的？趁这个机会，趁这个机会。看你平常时拢无正经，啊，毋过其实，你的心内一定是足温暖的。嘛，要40岁啊啦！我讲我，要40岁。我怀疑我40岁，妈妈怀疑，你较认真的啦。以前安怎拢无要紧啊，即马你上来人就惊着。对啊，足甘心啊，足甘心，有够甘心的啦！哎呦，恭喜妈妈得到今日的幸福嘞！恭喜吴高尚！美腿按摩机，会当站转去啊！赞！今日的四组家庭真正拢表现得非常精彩哦。无唔对，不管结果是安怎，咱拢有看到每一组家庭上认真的打拼。后回还有更较侪任务，更较侪 surprise， 等大家来挑战。公赢倒转来，后礼拜继续收看。